各位同學，今日我同大家分享一個誠信嘅故事。美國第一任總統佐治華盛頓細個嗰陣時做咗一件令爸爸好嬲嘅事。佢爸爸送咗一把小斧頭俾佢，為咗要試下嗰把斧頭咧，佢斬咗花園裏邊一棵小樹。但當佢爸爸發現棵櫻桃樹被斬斷咗之後咧，就非常之傷心，就問邊個夠膽斬斷花園裏邊嘅櫻桃樹啊？我花咗好多錢買翻嚟嘅喎。嗰陣時，華盛頓耷低個頭，好慚愧咁樣同爸爸講：爸爸，對唔住，我想試下你送俾我嘅斧頭，冇諗過呢棵櫻桃樹咁珍貴，我以後都唔敢啦。佢爸爸聽咗之後咧，唔單止冇怪個仔，仲攬住佢開心咁講：乖仔，雖然我冇咗一棵珍貴嘅櫻桃樹，但係有一個誠實嘅仔，真係太好啦。佢為咗個仔嘅勇氣同埋誠實感到自豪。當做錯事嗰陣時，我哋會因為擔心要承擔後果，或者係咪要同其他人坦白感到猶豫。但係坦誠溝通係人與人之間互相信任嘅關鍵，能夠勇於承擔，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。做人做事要有誠信，係我家嘅家訓。先父胡發光博士係一諾千金嘅人，當許下承諾，一定會得全力以赴，所以得到廣大客戶嘅信任同埋支持，喺商界同埋社會上邊能夠得到尊重，亦都得到政府嘅信任，委以各種重任。我哋立心處世，應當以誠信為本，先至能夠得到尊重，無往而不利。